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到咱宜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。咱这个节目呢是受到咱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 podcast。顶一集呢，咱请到英语来做伙来讲这个咱台中甲嘉义因的这个学道到底兄弟啊，是安怎因的生态差不多是安怎一情形。这集呢，就要来请英语讲伊家己。最近到底咧无用啥物代志？这应该有10档吼，无遮尼久。无，那我哪会感觉讲你应该有无用有10外档啊？无遮尼久，伊5-6档呢。5-6档，哇塞！你5-6档做的代志，就感觉互人感觉应该爱做10外档啊？是安怎会安尼咧？应该讲，因为我本身毋是迄个朗读比赛出来的，嘿，我毋是迄种语文竞赛出来，所以我会感觉讲。我伫学校已经遮疲劳啊！我想要爱做一种人感觉连五路拢爱互你教育的物件，我无介意即个物件。对。系啊，所以迄阵我落来做台语指导，其实嘛是一个机缘啦。因为迄阵我母也就想讲，你读台语系，无你后摆嘛毋知要创啥，无你教册好啊。是为教册开，毋过你毋是真正的教册，你是做台语指导。台语指导，伊的即个工课差不多是有。几种工课爱做？台语指导伊甲教册较无共的所在是，咱可能若是教册，咱就是一步一卡印，甲教材内底物件拢教学生嘛。毋过你若做台语指导，你来学生是程度拢无共款的。对。程度无共款的，你无可能讲我爱摕一本书本，还是摕一本册，我都甲你开讲啊。对啊，因为你来讲像即马收迄一寡书本啊，伊会感觉到顶无收哦，毋对，你讲这毋对。毋过伫阮台语指导的工课范围内底，阮就是爱去解决到顶无收，也是讲一寡书面语无收的物件，用电调的方式。比如讲，阮以早的经验累积，也是讲阮去做一寡电调，去当地所在做一寡电调，甲迄物件炸转来，来证明讲有人民间就是有即种讲法。因为像白话字即派，因其实是传教士，也是讲因教友。内底会用的白话字，有一寡用语是民间可能像阮阿嬷一世人，伊嘛毋捌讲姐姐。对啊，毋过你即摆去学校，迄台语老师拢会甲囡仔讲，很多就是姐姐，无，阮阿嬷从来一世人拢袂讲姐姐。我伊会讲真济，真济，足济。这就是教学术甲迄个咱真正有咧使用的差别。还有迄个正做，对，正做一个我嘛无啥爱用，无咧用这个字。你写落来可能人看有，毋过你讲出去人可能听无。对。那就是讲用即个方式啦，若是有要拍片的啦，要写台文册啦，要写红仔册，要写绘本的，都要请你来甲指导，对无？对，通常拢是因为伊遮物件伊就袂讲是一定爱伫课堂上用嘛。像我进前拄出的迄本迄个《春光乍卖哩》。春光乍卖哩迄本啊，我内底有用足侪事实，我家己做电调，也是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来做出来。我迄阵咧做迄本的时阵，我拢甲，因为阮弟弟伫迄个彦斌大哥遐咧做工课嘛，我甲伊讲，恁彦斌大哥甲迄因为敢有熟识哈，我足想要知影这个人到底迄阵到底是啥物个性，因为每一个人无共的个性，写出来的物件就是会无共款。对。搁有你会当为伊一寡日记内底啊，还是讲伊写的作品内底去观察讲即个人。因为我迄阵录杨翠老师的 podcast 时阵我无发现着讲，因两个的个性有啥无共款。杨翠甲啥？杨翠甲迄个杨奎，因为杨奎对，因为咱拢知影讲伊可能是伊作品内底可能是一个什物款的人。毋过你甲杨翠老师比起来，敢若佫无啥，你掠无啥有法度甲迄个形象斗起来的一寡线索。所以你着爱用真侪资料去甲即个人真正斗起来。所以做药稿的阵，我就会甲讲，而且迄药稿大部分拢是伊的家书。对。你写批总无可能像讲咱咧写作文。迄个开口，迄个手落写。咧写批时阵，无想着讲伊会批叫人公开。对，迄是无，迄个无出版的迄种诶。无迄个心情啦，无想讲有一天会变做安尼。对。就是讲，即个春光乍卖哩，其实因为伫我伫学校教迄个小说嘛，
啊，小说逐年迄小说内中要请因读的小说，我拢会改，小可改者啊。即个学期差不多读8篇啦、10篇啦，啥有诶。啊，毋过有一篇一定袂改，就是杨贵宋抱负迄篇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咱。伊虽然伊本地是用日语写的，毋过伊写的即个环境也好，故事也好，其实咱台湾文学的一个起点啦，一个真重要的起点。啊，学生啊对即个开始读，就知影讲，哦，日本时代日本人甲台湾人的处境，其实是好野人甲善邪人的处境其实是共款意思的。无讲好野人的日本人就安怎拄安怎，啊善邪人的日本人就安怎拄安怎啊，因为其实伊就有即个观察的能力。才会当甲即个小说写甲遮尔啊，讲甲迄个时代的迄个环境甲展现出来安尼，对啊。啊，春光乍袂离，其实就是会当做研究杨贵的另外一个即个文本嘛，对无？对，因为伊内底真侪名词，伊其实是有一寡隐喻的。哦吼。对，伊是有一寡隐喻的。啊，遮隐喻甲时代，也是讲甲伊写作的背景。其实有足侪拢有相关的，嘿。啊，你若讲你是国中还是高中，可能华语大家有读过一篇叫做《鸦不扁的玫瑰》。对。伊就是即篇《鸦不扁的玫瑰》改译做台语的。对。哦。啊，除了讲即个出版啦吼，佮有影视对无？影视咧拍片的时阵，你嘛爱做指导。啊，拍片你是？因咧写剧本的时阵，你就爱开始做工课，还是讲到现场的时阵，你嘛爱对咧到现场去？阮其实是比剧本出来，互阮进前搁较早，就爱做工课啊。好。你若讲要规套拢包，一条龙即种规套拢包，你就是伫剧本出来进前，可能甲导演甲翕的团队沟通，讲恁的演员，阮爱小了解者，大家台语程度安怎，还是讲现场的工作人员。台语程度安怎？啊，你知影了，你就去问讲啊，恁团队有啥有上课的需要？对。啊，咱上课即个需要，时间有长有短，爱看指导看安怎掠，伊才要是啥物类型。你若讲是搁较古早的，咱古早的人讲的，毋是咱即种，咱即摆即种语法嘛。就是最近着种迄部，对无？对。所以你就是爱去。塞等于伊早迄个时代，可能因安怎讲，啊你着爱安怎用迄个时代用语来调整因的台词，安尼较会接近迄个时代。啊你若是讲，毋过你遮少年，你嘛找着迄个时代用的用语呢？咱爱倒找。你爱倒找，你倒找的人可能是因为阮做时间单调的。我甲其他学者较无共款的所在是，我较注重单调。因为单调即个物件，就是伊会使甲一个形体。经过立体，你就无可能讲是为册内底，敢若伫厝咧拼，拼一寡册，你就要甲一个物件类推啊，还是讲啥物碗糕，你就要捡起来，迄是无可能的。因为你可能问10组，有1组是例外，迄个例外你就爱家摕出来，伊是安怎是例外？你靠落塞等于讲原来单调的资料，伊真正的面貌是安怎？对，所以我是足注重单调的人，我就去想讲，对吼，阮房头仔较大。阮家族大嘛，阮家族大到啥物程度呢？大我是配音员，啊，我的毋知影偌远的阿姑嘛是配音员，拢互恁家族趁去着对。对，所以我会去找因，可能恁即派的出去有搬出去，啊，恁去透着迄个所在的用语，还是讲咱本来咱即边的是安怎讲？啊！你去外口透透的，还是讲你拢无伫外口透，迄差别是安怎？对，我得为这资料去送嘛。啊，上基本的，就是因为我搁互阮阿祖带着几栋啊。恁阿祖是倒位人？阮阿祖是阮母啊迄边的，所以伊是台南、北台南、南嘉义迄个交界。对。你拢拄好伫交界着对。对，我拢拄好伫交界。伫交界吼，就定定有发生即个，亲像我就是江泉南啦，南北交啦。阮爸爸是北部人，阮妈虽然是外省啊，毋过伊拢住高雄，伊
住高雄的时阵，其实台语就一半句仔会晓讲。对。啊，到阮爸嫁互阮爸到因兜的时阵，伊就甲许多人嘛爱学讲台语。啊，毋过讲了，亲像我即马，迄工阿着问我讲，你哪会拢讲食？对。我就讲啊，细汉时阵就听讲这好食。对。啊，其实我是北部人啊，哪会讲这好食？对，因为北部其实伊的调无遐尼悬，南部的调会较悬。啊，像阿德伊是宜兰嘛，啊，我若要偏江，就是阮爸即个系统的。阮爸即个系统的，阮即边是嘿困。嘿困。对，啊，伊就是嘿困。伊无迄个鼻音。对，会差一丝丝仔尔。漳州的鼻音拢真介重。嘿。啊，若泉州，你讲阮母迄边，伊佫无遮尔泉，因为伊是泉佫较入来淡薄啊。对，因我布地嘛，因住迄所在我布地嘛，啊布地人你会发现，因咧讲话就是有一个海口腔。对。对，啊，阮母因佫无迄个海口腔。布地海口腔其实甲鹿港迄边佫无共款。嘿啊。对。啊，所以迄阵啊，阮应该讲，我来做指导的阵，伊就讲，啊，你若法度当时解决漳州甲泉州的问题，我就甲伊讲啊，我着尖庄人啊，我着尖庄人啊，所以我一定是，所以一定是，我若等阮爸迄头，我着会变伊的腔；我若等阮母迄头，我着变阮母迄头的腔。对。那安尼照你咧看吼，咧做台语指导员，还有要做即个台语的，咱讲要拍片也好啊，要出册也好，咱应该注重啥物？是上重要的，你感觉？上重要应该是生活化啦。因为咱毕竟台语指导伊的，即马政府是讲台语主流化。对，因为毕竟要做主流化，咱知影讲以前台语捌是通用语嘛。嘿，就参客人甲原住民嘛爱学哦。对。啊，通用语即个现象，阮兜着上直接反映，因为阮母因大姊伊嫁外省的。嘿。郑天龙、大安。嘿，啊，阮二姨。阮是伊着嫁客人，六对，嘿，啊，阮母啊，是恁拢是嫁互少外省，啊，甲少客对，啊，所以阮内底的情形就是，迄阵啊要嫁出来是自由恋爱无毋对，啊，毋过遮个人咧讲话阵，你着自细汉伫遐听的，你着甲遮个资料斗的，啊，你定调的阵去杀，你着会杀出讲，对吼，啊，语言伊其实毋是像咱想安尼。是死的，对，就一个空啊录一个，一个空录一个，无即个物件。对，因为我逐家会收到一个人，若安尼做，我拢会做生气的。因为我感觉这就算是电脑嘛，改良嘛无遮人工啊。有可能迄个个其实就是伊就是字典显的，网络顶头的资料吹的，啊，就甲写起来。伊就甲斗咧，啊，迄就敢若车祸现场。你就会发现，即个物件斗起来。一个倒菜刀，空安凯安尼讲话，对，啊，所以我出来的物件，我是无介意即个物件，也是讲哦，你可能就是比赛语言，啊，你伫遐拢读比赛，就问者你平常时啊，敢会甲恁老母讲，妈妈，我回来了，有啥物暗顿会当食？你母做你敢讲，我囝，你去食屎，对，伊绝对是安尼，所以基本上我感觉即个物件是袂当存在。啊，你做台语指导，佫有另外一点较重要是，你也有法度甲业主沟通，因为有可能是即个语言完全毋捌的。啊，你来讲，安尼嘛会当，安尼也会当，伊雄的毋知影讲伊要做啥物选择。伊都会经上俗的啦。对。啊，有一派是伊已经毋知影要经啥物选择啊，伊就是会甲你看不认讲，我啥物拢毋知影，我较会请你来甲阮算掠一个主意啦。嘿啦，啊，有的人是伊就感觉讲，安尼也会当，安尼也会当。通常即种情形就是你是背稿出来的，会指导较有即个情形。啊，无你若讲自细汉，像阮阿祖出来安尼。你着自细汉听伫遐咧讲，你啥物拢讲，你着接收的，就是生活化的语言，对啊。啊，你甲即个生活化的语言摕入去学术的资料内底套，你会发现对有可能有真差，有走精，有毋对，啊对有可能就是只有保留落来，对。所以我感觉吼，你若要做台语指导吼，其实你讲你考啊啥物 B2 啊、C1 啊。
稀土啦，这拢毋是重点。重点是你咧面对事工的时阵，你敢有法度甲业主讲人话？对。讲人话对，毋是咱人话尔，还讲人话。就是因听话语言，因为伊毋是逐个拢要来读博士班嘛，嘛毋是逐个拢要做学术啦。所以你爱用生活化的方法、生活化的态度，互因知影讲哦，台语指导毋是讲哦，你偌学术偌普咯，较需要来做台语指导。其实桥足重要的啦，系啊。毋过吼，嘛有一寡人感觉讲，因为即马台语当咧无，客语嘛当咧无，若是有一寡咱讲演员也好啦，影片也好啊，明星啊，歌手，因若是要用即个物件来做表演，做表演嘛无要紧啦，足侪人咧唱咧讲，安尼嘛真好，你安怎看？我感觉袂歹啊，你若讲若到我手头的，伊讲。伊完全袂晓讲，我感觉这对我来讲，毋是我较要伊的。我较要伊的是你愿意使用无？对。因为我接到足侪演员拢是甲我讲，老师，我就是不会讲啊，我袂晓讲，不要紧，这拢毋是问题。吼，你只要讲你是来做这事工了，你感觉讲，我会使豆豆用，甚至就是讲我可能伫戏内底用甲足紧张的啦。毋过你就是。戏拍刷了，你生活当中搁咧使用，我感觉这就有够，有达到迄个复健的效果。你莫讲因为啥物补助啊，你着来做一寡俱乐部数，还是乌白做你做的较来互阮嫌。互阮嫌了，你讲无啊，我就是安怎啊吼。互咱嫌了，搁讲恁大文牌拢足偏激啊，啥都安怎？对啊，即种的讲实在，你着是谢谢再联络，你莫搁找安那，真正高明。真正有影是，就是即个，因为即摆就是讲。政府有咧推，咧推的时阵，就像你讲的一寡俱乐部的物件，就开始造出来。会听嘛，推嘛。对啊。推咧送袂听，对啊。有的人就无爱用推啊。系啊。所以你就讲，话就敢讲恁咧其实看来啦，阮就是阮台湾界有一寡人伊会注重讲，你就是一定爱写字啦，一定爱安怎。我感觉迄不清在啦。你安尼讲虽然讲不清在啦，毋过你若讲事实上吼，你着爱看即个人伊生活当中，伊是啥物场合接触着台语文，也是讲伊的使用是安怎？你袂当讲你着一定爱写是安怎？因为这有时会颠倒互伊感觉讲，我安尼我无爱啊。你伤大。对，也是讲安尼需要牺牲的成本伤悬，伊着无爱做啊。对，所以恁可能无法度想的是。我伫台语指导进前，我是伫华视，毋是做在地新闻哦。在地新闻拢知影拢讲台语哦。我就是新媒体咧做。新媒体咧创啊？新媒体就是社群。社群一定拢是华语的。对。社群爱无用啥？社群就是像出一寡奇怪图啊。华视的社群，我就罕咧看到华视的社群放咧我的面册顶悬。因为。具体已经换人啊，对，具体已经换人遮个物件就是，而且我是感觉讲台语人有时咧做遮个事工的时阵，伊会伤过强调教育本位。对，所以有一寡物件教人物件啦，教你讲台语，教你历史，教你台湾安怎拄安怎安尼。你若我听即种，我就会直接甲耳仔关起来，我袂听你讲。因为阮有董事来，迄是台语人，伊就是来开会，伊会讲借问一下，恁咧华视调台是倒一台？歹势就是华视调台，是倒一台，电视倒一台，歹势就是伫网络顶观看，毋是电视第一台、第二台即种诶，无即种物件。对，所以这就是新媒体，互台语人较无法度去捉着伊诶迄个 tempo 诶所在。所以你毋管是少年诶，还是讲较老年诶。老年咱当然无话讲啦，因为咱有一段时间是台语人无法度去参加遮个影视的事工嘛。甚至讲你讲台语，我甚至接到一寡演员，伊会甲我讲，无啊，老师，咱即马就是台语，就是方言啊。对哦，伊的想法个方你去死啊方！我现在想讲方言哦，你是借问一个，你是为地出土的啊？你哪个咧甲我讲方言？我已经对要袂记你即个物件。对，所以伊会感觉讲，无你迄国家语言发展法，迄就是咱咧算的。迄毋是正常的迄落所以你即马就是其实是意识较重要啦。福建
对啊，你教我就会晓讲话啊！你想看觅迄家庭话我讲啊，因为阮阿嬷拢叫我家庭嘛，阮阿公阿嬷拢叫我家庭。啊，你就知影我偌晓学话啊？学话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啦，重点是你头壳内底有迄意识无啊？对。你若无迄个意识，你就做歹去做遮个工课啊。嘿啊。就亲像我定定咧讲哦，我较早的时阵，其实因为细汉就看报电视、看歌戏，其实拢会是会讲台语。啊，毋过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咧外口讲台语时阵，别人听无，你就感觉讲无莫讲好啊。对。啊，就该讲华语。啊，毋过即摆我就想讲，我若袂感觉家叫伊就是别人，我就继续甲讲台语吼。即摆即个台语的胆甲摕出来吼，咱就较直讲，讲甲大家拢知影讲，这是咱家己的语言安尼。其实学一个即个咱伊讲国家语言啦，其实就是母语啦，就是你厝内人，你阿公阿嬷讲，其实即摆嘛毋是母语，即摆是阿公阿嬷话啊。对少年人来讲，你阿公阿嬷安怎讲话，啊，你敢若甲你阿公阿嬷开讲，你着用即个语言来甲因做伙来讲，啊，较直讲。咱即个节目呢，才会当继续有搁较侪听众朋友听有咱咧讲啥话。好，今日真感谢，请着英语来替大家解破即个台语指导员，无算解破啦。故事安尼，咱即道足欠人诶哦，若有兴趣紧入来。好，若是有兴趣诶人吼，咱会当英语诶面册应该是开放诶啦，应该拢找有人啦吼。对。赖英语，咱就来找。伊诶心情字，这是我家己诶迄个。你讲啥物名？搁讲一个。伊诶心情字。哦，心情字啦。对，心情字，你去拍心情字就找会到啊啦，因为会号即个名诶人其实无介济啦，因为我有甲试过，对，啊我拢平伫遐拢无咧经营，无啦，因为迄是代志伤济啊，所以我咧经营拢是无定期诶安尼啦，嘿啊。若想要了解更较济甲台语指导员有关诶即个代志吼，就当找即个伊诶心情字，咱是语言之声少年人诶现役广告电台，咱后届空中再会。